打破呢一個港共嘅壟斷，因為觀塘又好，黃大仙又好咧，過去20年。呢個共產黨嘅系統喺呢個地區透過啲勞工團體、街坊團體咧，係全面操控呢個嘅地區嘅人事網絡。但係唔緊要，我哋透過人網、透過地區嘅辦事處、透過阿達喺街頭演講，一定可以打破呢個共產黨嘅壟斷同埋呢個共產黨嘅管治，所以大家齊努力，用人民嘅力量去衝破呢個困局。多謝。